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这2、3年来，全世界拢互新冠肺炎疫情害一个凄惨落魄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肺，好与肺第3条。肺就是动物其中一个呼吸的器官，伫咧胸腔、胸腔内底分做正边、倒边。倒边有2核，正边有3核，咱讲肺部。一款结合杆菌引起慢性的传染病，咱讲是肺癆。病人较会舔舔澱澱，较会发烧，半暝穿冷汗，会嗽有痰，若严重会吐血出来。古早嘛有人讲是肺虚，有人直接讲肺结核，嘛有人讲肺结核，也嘛有人讲是肺痿。另外有一句俗谚语讲人心较大过牛气，咱人的心无可能比牛气搁较大。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人伤过贪心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读做气管，这就是喉管到肺部空气出入的部分，呼吸喘气系统的器官，咱讲是气管。第2个词，读做肺炎，这是一款的症头。肺脏因为细菌、病毒引起发炎的症头，会出现到发烧、畏寒、嗽、咳痰、歹喘气这问题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自细汉气管就无好，真够感冒，若是无注意，就会变做肺炎，身体拢爱特别顾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肺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